工作同埋家庭之間嘅一啲衝突啦。第二樣嘢啦，就係咧我哋而家經濟環境唔係咁好啦，裁員啦、倒閉啦。咁其實我哋壓力咧工作上面嘅來源咧，主要咧係分開咗5大點嘅。咁啊，第3個啦就係溝通方面啦，日常工作運作方面啦。咁啊，譬如日常工作之中，我哋需要同我哋自己身邊嘅同事溝通啦，同我哋嘅上司溝通啦，甚至如果有下屬嘅你都需要同你嘅下屬溝通啦。咁而喺個過程裏面咧，因為大家個背景啦、價值觀唔同啦，或者嗰個工作嗰個經驗都唔同啦。溝通模式嘅唔同啦，咁好多時咧就會產生咗一啲誤會，甚至可能有啲衝突嘅情況。咁呢啲咧亦都係咧會導致大家咧會有啲壓力嘅狀況，甚至可能有啲焦慮嘅狀況，可能導致會每一次同我哋自己嘅同事去溝通嘅時候，就會好焦慮。到底我咁樣去同佢講完之後，佢有啲咩諗法咧？佢到底佢會唔會接收到我啲正面信息，定係調翻轉頭佢會覺得我呢啲信息係啲負面信息咧？咁呢一啲咧，亦都係咧會導致咧工作上面嘅一啲焦慮啦、一啲壓力嘅狀況。第3樣啦，就係工作壓力啦。咁無止境嘅工作壓力，啲工作好似清嚟清去都清唔完喎。到底點樣處理好咧？咁呢一個咧都係其中一個壓力導致嘅原因啦。咁另外一個咧，第5點啦，就係工作前景啦。咁啊，工作前景方面就係你喺個工作嗰個崗位裏面，一路都睇唔到自己個晉升機會，或者可能我講緊做咗5年、10年之後，我到底我喺呢一間公司，到底我會變成點呢？或者喺我職涯規劃裏面，我到底其實我賺咗呢一啲經驗，或者我而家呢一刻，我到底應該向邊個道路發展呢？呢一個咧，亦都係導致咧喺個職場上面咧產生壓力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。全邁進係你嘅情緒出口。